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空军2台 F1战机3月22失事，飞官潘英敦已经失踪27天哦。传出今仔早起7点外，有民众伫屏东晚州南宁渔港的岸边发现一个遗体哦，亲像是飞官潘英敦。目前军方嘛已经赶去现场确认身份咯。随时有上新的消息，阮会继续为观众朋友来报道。咱再来看嘉义第3线286公里路段，昨暗8点外有一台轿车佮游览车相撞，轿车的驾驶伫现场就无喘气，佮有4个人受伤。伫环路乡新福村路边，4岁拢全碎片，白色的 BMW 轿车害甲真严重，对向游览车的车头也弄甲冒起。车祸发生伫17暗8点外，第3线286公里嘉义县环路乡新福村路段，轿车甲游览车对撞。游览车业者讲 ，BMW 轿车伫咧驶弯的时阵，敢若驶伤紧，下过双黄线，游览车未发动，2台车相撞。这个是双黄线啊，它要正常要这样开，它本来开在内线，它看到不对劲了，它往外了也来不及啦。嘉义县消防局出动5台救护车，用破坏器材甲车撬开，救出 BMW 车内驾驶驾驶位乘客。游览车迄当阵是空车无载人客，这个人驾驶轻伤。自小客车上含驾驶总共有4名人员受伤受困在车内。本分队救灾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且顺利将自小客车上4名受伤受困民众救出，分别送医。BMW 轿车23岁姓吴的驾驶当场无生命现象，一直急救到暗时10点，依然救袂大。车祸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甲山长一间庙的楼咧，也毋过有24个光街人员，佮有信众伫过火时脚体烫伤哦，其中有1个人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真感觉是桥班的人准备要过火，高雄甲山指挥中直接办了警，看因一个线一个下过伫咧烧的炭火，祈求消灾解吓。无想到讲过火过到一半，所发生意外。一开始是头前光先叫人无顺利跋倒，尾后壁人拢跋倒，线头也有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来解救。因过炭敢若受到成就，也个导火，现场正乱。下午5点半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甲仙区中心路正威宫这边有多数民众进行庙会活动时灼伤，立刻加派救护车，多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治。警消人员讲，现场有夜炎降温，受伤人年纪10几岁到70几岁拢有，包括桥班也个信徒总共24人脚底受伤，大部分伤病治疗了，拢已经转去厝的。因过有一个查甫人受伤的面积较大，也个住院。现场有20名民众，分别送往义大、旗山、崇安医院。另外有4名民众自行就医，经现场初步检伤分类，结果分别为有1%至3%，脚底板不等程度的灼伤。好在在这款受伤伤病的民众拢无性命危险。第二发生的现场涂骹一个规片乌草带分量，敢若是工作人员炭温度无控制好，也毋过详细原因也过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中部的可花上食力，经济部长王美花昨日去中部视察。王美花强调讲，目前政府有找到未少补充水源，中部会使先继续维持送水5天、停水2天的限水政策。工地现场卡土机一直在卡，为着将化关大渡溪边的铺流水工程，预计要在5月中完工来启用。不过，水情依然是真无乐观。经济部长王美花这次去了解工程的进度，要求一定要如期来完工。北彰化地区其实是从台中每天支援8万吨，所以你这边新增的水源就可以减少台中那边可以供过来，那也增加这个整个台中的这个供应。彰化县每天需要38万吨的自来水，不过因为辖区内底无水库，必须要靠邻近的县市来调度资源，那是使增加铺流水的水源，对台中彰化拢有真大的帮助。王美花率来到台中视察工地地下水过滤净化设备，地下水经过过滤了后，再个导入周边的自来水管，直接互民众加户来使用。因为控化节流甲开源成效拢袂歹，即阵供水5天、停水2天的做法，也无需要更加严格。第一个，如果我们的节水够，
然后我们找的水源够，我们都会用这样子来量说每天的供需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的新找的水源是顺利的，好，我们希望可以暂时就还是维持公5停2的情形。第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节水，在所有厂商、还有产业界、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的配合之下，节水已经超过15%，所以对整个台中市地区它的水量的运用会非常有帮助。水利署表示，台中的港地地下水每天就使处理48000吨的水，大约会使供予20万人来使用。原本在台中规划要挖25口矿化水井，嘛要增加到88口，加上台中港区的海水淡化设备，要在5月中来启用。预计每天会使处理15000吨的淡水，予港区内底产业来使用。而台中市每天用水量在限水了后，已经对145万吨降到120万吨。希望节流甲开源双方面来做，中央甲地方会使合作渡过这水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本地是暗时减压送水哦，也毋过10日开始规工拢减压送水。桃园的民众是讲目前是阁无啥物差，昨桃园新地拢有落淡薄仔雨。水利署昨嘛伫石门水库、玻璃水库人工做好，希望雨水会使落伫水库。百盐济实施人工净化，桃园石门水库甲新竹玻璃水库伫17早起9点外同步实施人工净化。水情正力，桃园甲新竹17早起落小雨，虽然雨无大，水利署赶紧指示北区水资源局放盐济人工净化，希望集水区加留寡雨量。根据落雨资讯显示，2个水库集水区拢有落雨。水利署官方统计，到17下午5点，石门水库跳水率是26.87%，供应新竹地区用水的玻璃水库跳水率只有6.67%。经济部伫16水情会议中决议，桃园地区即日起由暗时减压供水扩大为规工减压供水。有民众拍开水道头，出水量甲以往差不多，也毋过也认为应该爱共度难关。目前无感觉。暗时到有吼？嘿啦，暗时我起来已经3点外水较少些。即摆咧？差足济啦，你时无感觉咧？多少会有一点点对，但就共体时间没办法，没水就没水。有面点表示，若讲到时阵真正无水，也只会当改用免洗餐区。另外，疫情期间，若可是无水通洗手，就改用酒精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卫生福利部上新的统计，4月15日为止，进口美国猪肉1087吨。虽然政府强调讲拢无检查出内克多巴胺，也毋过伫市面上嘛真少看到有店家表示讲，因卖的是美国猪肉。有人是质疑讲哦，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台湾猪的标章，互人感觉讲美国猪肉根本就无进口。到底上清档进口的美国猪肉是伫对咧？5月中，市地协会嘛会来开会讨论。再来看《中国时报》，昨是高雄国立凤山高中82周年的校庆，也毋过现场有上百名的学生穿乌衫、挂喙暗、画口号抗议。学生是不满讲之前投票讲要开放园游会，互民众来参加哦，也毋过最后学校选用防疫为理由无要办。学生诉求讲，学校应该爱尊重学生，爱沟通，唔通家己决定，完全无重视学生的意见。学校嘛表示讲，处理方式会来检讨改善。再来看《自由时报》，英国菲利普亲王的葬礼昨举行，因为防疫的规定，只有30个皇室成员和朋友参加。英国首相强森嘛无出席。北京汉宫是表示，这场葬礼希望大家来了解亲王的军人背景，甲伊普通时的日常生活。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菅义伟伫北京来举行峰会，嘛发表联合声明，头一届强调讲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嘛鼓励用和平来解决两岸问题。这是美国甲日本52年来头一届甲台海关系写伫声明内底。外交部是表示感谢，也毋过嘛引起中国驻美国大使表达强烈的不满。
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菅义伟伫北京户外会馆举行记者会，菅义伟也是拜登就任了后头一摆伫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凸显美日同盟抗中的重要性。对于会谈感是有应对中国威胁政策甲台湾问題，菅義偉強調美日攏同意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またやり取りの詳細は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のため差し控えますけれども、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は日米間で一致しており、今回改めてこのことを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北京会后也发布联合声明，其中明确地指出，双方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也是52年以来美日头一摆将台海列入声明。双方针对中国对印太区域世界和平甲繁荣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两国拢反对任何伫东海甲南海以武力也是威胁改变现状的意图，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也讲到关注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East China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North Korea, to ensure a futur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美国、日本政府再度的公开表达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欢迎跟感谢。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陆建美日继续3月安全咨商会议，再度公开表达对台海和平的重视。两国也会伫现有的坚持良好基础上，甲美日参其他理念瓦近的国家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甲繁荣。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声明，表示美日言论干涉内政，损害亚太和平稳定无分裂。中国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古巴60多年卡斯楚掠权的时代正式结束，卡斯楚宣布讲要辞掉职务，甲权力交出去。也毋过已经89岁卡斯楚无点名接班人，外界是要讲现任的总统应该会来接班，成做古巴的最高领导人。古巴共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楚昨日伫古巴共党第8届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证实，将伫即摆4天的会议结束了后，正式辞去职务，交予少年世代。Concluye mi tarea como primer secretari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伫发言最后，89岁劳尔又完带领全体代表大声喊“古巴万岁”的口号。Con más fuerza que nunca, gritemos ¡Viva Cuba libre! ¡Viva Fidel! ¡Patria o muerte! 虽然劳尔·卡斯楚无亲自点名接班人，也毋过一般认为已经伫2018年自劳尔手中接落总统职务60岁的迪亚斯卡内将接第一书记，成做古巴最高领导人，也代表卡斯楚兄弟。1959年发动革命掌权的60年了后，将进入全新时代。古巴民众也乐见这个时代转变。Hay que darle paso a los jóvenes, ¿no? Ya él está viejo, pero va a seguir siendo el líder. Seguro. Sí, cómo no. Seguro como me siento. Es otra etapa, es otra generación. Díaz-Canel y los dirigentes que están al frente del país, la juventud que está asumiendo la tarea。虽然劳尔2008年接到总统职务，有望维持一党专政，不过也想要改善甲美国的关系。2016年，甚至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见面，不过川普上台了后，两国的关系再度恶化。分析家认为，虽然古巴的卡斯楚时代将要结束，不过共党内部的守旧派有愿对改革抱持拒绝的心态，加上疫情冲击，可观讲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古巴经济已经大大救水在一拍。工程师出身、真爱西方文化的迪亚斯卡内要推动改革，一定真无简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德鲁古河事故昨伫台东各华人举行联合公祭哦。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有去致意，针对华人地检署以过失致死罪起诉李义雄，建议判5档的有期徒，加上是普遍拢感觉上过轻咯。为了要表达对塔鲁古河事故亡者上悬道歉之意，总统蔡英文早起特别到台东，副总统赖清德下晡时到花莲参加公祭，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是两场拢到。面对这么多无辜的亡灵，花莲县长市政委心肝是真痛。
阵痛。如果这是一个恩典，这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恩典。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无接受采访，部分的家属是对10日花莲地检署侦办的救出行动感觉无奈，尤其是李其祥计是第4部分只有5年，教师逃走7年，心疼表示49条人命，敢讲这么唔值的。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啊，这种事情发生，哪一个家属不无奈、不心痛？啊，政府相关单位他们就应该是去改善啊。另外，花莲地检署检察长吴秀端也到场来致意，强调对着相关备案也在侦查中，绝对袂放松。对计实第4行动也表示确实伤轻，不过身为法律人就应该遵循这种法律的形式。不过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还有另外有起诉一个是肇事逃逸哦，那个部分跟过失致死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向法院求处是最高刑度。是，那至于有关于修法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立法机关的权责，我就不宜再多说。律师认为，2006花莲大地当时倒去的分门喙提大楼，也是因为偷工减料，才第44人，当时建商被救处5年，也引起外界议论。希望立法部门应赶紧修改刑法，计实第4罪刑度。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国内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病例，因为目前咱国内注 AZ 疫苗的人数敢若3万多人，甲个要扩大注射的对象，发言人是表示爱先看利益，拜3开放自费注射的状况才个讨论哦。目前阿东病院嘛已经有开放注文，注1档600块。疫情指挥中心17宣布，国内新增2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拢是印度籍来台读册学生，伫检测期满了后采检确诊，并无列出接触者。注疫苗方面，10日新增2200多人注射，累计注射人数犹原只有300多人。伫 AZ 疫苗保存期还未到期的状况，第5顺位军警第6顺位长照机构人员，暂时会提前第2注射排程。指挥中心表示，会看自费注射的注的状况，各做调整。我们要开这些，那有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都在进行规划。当然要看一下，就说这个1万剂，那看这个后续施打的情形。21起有自费注疫苗需求的民众，会当到全台31间有旅游医学门诊的病院注，免收疫苗成本，也毋过爱自行负担挂号、检测费用。其中阿东病院10日已经开放预约费用600块。庄真祥表示，考虑人数无法度到齐问题，暂时无开设较侪注射的地点，因为病院开1罐疫苗，至少爱有8个人注。若讲是迄天最后1罐，至少爱有6个人注。也毋过鼓励公司行户以团体单位向病院预约。暂时应该还是会先观望看一下状态，因为国际的状态其实测试的结果还是很不稳定。因为 AZ 疫苗订团太过路的症状，澳洲10日也通报疑似注疫苗了后死亡的头1个。外界即期台湾目前只有 AZ 疫苗，无法度自选疫苗，但市场回应未来民众会当自行选择，也毋过讲国外疫苗来台时程无法度完全掌握。政府就是有在国外采购，也有未来有我们国内生产的疫苗。那每一个疫苗推出的时候，那就照原定的顺序，大家照那个顺序去施打。那如果这一款疫苗他觉得不适合，那就等下一款的疫苗。对非是药厂广告家己的疫苗，真可能需要注第3剂，甚至当年拢爱注防护力才有够。庄真祥回应，爱有较侪研究证据，才会当确认疫苗的保护效力。指挥中心会继续收集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本岛出现头1个牛结节症，农委会宣布讲，全台湾的牛拢爱注预防针。今仔苗栗100牛就会当注射，目前是各出2万多剂预防针。中华台中的牛会先注，拜4咱向南非买18万剂预防针，嘛会送到位。为着防止疫情扩大，相关单位早嘛伫港口、机场都来做消毒。穿防护衫继续进行消毒。家己的马goo场加强防疫，就是因为新北南口一处马goo场出现台湾本岛头1个牛只感染牛结节症。政治关系唔敢代志，无注疫苗的家机关是加强饲牛场消毒甲除虫作业。在1天半内完成了我们全县总共9647头牛只的健康访查工作。那目前健康状况都正常，除了平常的消毒剂之外，我们还加强了那个除虫的消毒剂的部分。为了防止疾病扩散，环保署甲交通部也公布进行全台24个港口航站的环境消毒。农委会表示，为南非买的18万剂牛结节症疫苗有计2例来台。进口疫苗如果能够如期的在下个礼拜4进来的话，那
我们大概这2万多剂会先让就是彰化、台中地区的牛只先打。苗栗100县市牛只注疫苗会伫18完成，大约使用14000剂。黄金城表示，目前注完的牛只无异常反应，疫苗是安全的，效果真好。对外界质疑，那全台牛只注疫苗，恐惊沦为疫苗疫区，影响特产品出口。黄金城也澄清，台湾牛肉无外销。从北到南就是300-400公里，只要大概1个礼拜，可能就是全台湾它就会扩散啊！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些的蚊蝇，只能够施打疫苗。专家表示，注疫苗了后，少数牛只可能会发烧、年量下降，也毋过疾病传播真紧，注疫苗才会当杜绝疫情。牛结节症毋是人畜共通的疾病，无食安的顾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今年成立教育科技中心，要来带动偏乡的科技教育哦。中心是提供侪款的电动工具、佮材料，要互学生囡仔现场来做来体验。利用光源且完全免插电，就会使叮当。另外一边，佮有学生用镭射机械刻出家己设计出的图样。教育科技中心提供的上课内容，学生拢真有兴趣。以前都是课本上看到，就是平面的，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制造中心之后，就可以实际的用手去制作，然后对之后的手作的一些能力，还有操作机器的能力也会有一些提升。对这些木工啊，还是什么3D 列印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跟他们更接触，就是长大就更多选择嘛。他在早爱国中所学到的这些的一些生科或资科的一些技能，其实有助于他们未来在做一些多元智能的开发的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启蒙。为了要培养学生应用生活科技，新竹县今年特别打造教育科技中心，将科技带入去课程甲生活中，希望科技教育会当对细汉时就开始学。未来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科的课程里面，会做得更生活化，让我们的生活化融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让我们学生更爱学习，在这个手作的方面更有趣的这个学习到各方面的智能。教育处表示，科技中心唔会当帮助学生在上课中实际动手操作，还希望学生对课程内底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对科技产生兴趣，未来发展出家己的专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昨台南市有一场真有古早味的活动，来重现古早伫路边卖湖边、枝仔边跟四手的情形，向新丰庙300斤重的大蒜盘拢扛出来游街哦，非常趣味，嘛有古早味的台南古城节的活动，咱做伙来看卖。世界顶头上头前是差不多一个人身悬300斤重的大蒜盘，就爱4-5个人扎咧行。上趣味的是对伫后壁的档。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电影看到啊，现在看到觉得哇，好特别哦。听到这声，就想到古早的湖边，阁有法人拢卖杂碎的档仔、广告车、档仔面等等，拢总20来档仔做伙游街贩卖。咱中西区这个所在，较早就是足侪拢是咱做生意的档仔这，大家甲担出来卖，还塞出来卖安尼，是徛出来卖，咱就是要互大家找转来较早迄落沿街叫卖迄落感觉。毋但有档仔车队，中医国小的学生2人一组，将好野的艺术浮雕光桥设计，囡仔拢感觉介深刻。原地放伫台湾府城隍庙内底城隍爷的大算盘，嘛罕得杀出来设计。盘是要来算这个人间的承诺啊，来破一个人一生的功过，来用这个来做一个警示的作用，对人有一个警示。今年的台南古城节主题是台南的声音，所以除了档仔画卖，阁有诗仔、民谣等等，拢是台南人记忆的声音。那亲像回去古城美好的迄个年代。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台南报道。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
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